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5，箴言21章21、30節安尼講：對找公義甲仁慈，會找到性命、繁榮甲尊嚴。人的智慧、聰明，甲所有的策略，攏袂當對抗上主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對找公義甲仁慈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賜阮穩定甲疼痛的天父，你是阮所堅信甲倚靠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！靈智慧創造天地，令權能掌管萬物，令主愛疼痛世間人。主啊！阮的每一天，攏有你的引帶甲看顧，我要深深獻上阮的懊惱甲感謝。主啊！人追求財富尊貴，確實無追求你，直到努力攏是空空。主啊！我要一生追求你，也要對找公義甲仁慈，因為對找公義甲仁慈，會找到性命、繁榮甲尊嚴。人的智慧、聰明，甲所有的策略，攏袂當對抗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